皇上，钦差大臣广兴在下面假传圣旨，滥杀无辜，这在我大清历史上从未有过。微臣等为了大清基业，上书弹劾广兴，请皇上考虑按我大清刑律杀广兴。广兴目无纲纪，摘去顶戴花翎，拘押刑部大牢候审。满意了吧？通知宋云拘押广兴。这今天上的折子，千篇一律，都是弹劾广兴的。皇上想如何答复这些大臣啊？朕已经吩咐松云，广兴回到京城，像乐宝一样，拘押在刑部大牢，交部议处。这也合情合理，总得审问个清楚。朕有一种预感。德林啊，奴才在。你带些人出宫，埋伏在进京要道。皇上要查什么人？不是人。走，走！哈哈，经理，快看谁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钦差大人也进镇里来了，哈哈哈哈！爽打了吧？哼，死不恋亲的，哼！走。想不到啊，这样一亲密见面，我想到了。快走！朕给你一个时辰，说说这件事儿怎么个复杂。这件事儿要从头讲，还得从王海棠说起。王中堂最清楚不过了，等王中堂回到京城，皇上可以问问他。起来说，起来说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其实汪海棠这个案子，就是勒宝指使他的师爷抖了出来的。因为汪海棠也掌握了勒宝纵容奎伦贪污军饷的事儿。奴在下去之前就清楚，这个勒宝在京城有很深的背景。奴才到下面发现勒宝做了4年经略大臣，一直网络扶持自己的势力，排斥异己。你为何要帮着勒宝杀奎伦？奴才中了勒宝的圈套了。最初奴才只想装样子，让勒宝放松警觉，可是没想到奎伦误认为奴才是勒宝的帮凶。勒宝有证据说，奎伦与湘匪贼首姚知府齐王氏里外勾连，而这个奎伦也说不清楚湘匪为何对他的大军不发动袭击。奴才最初只想把奎伦拘押起来审问，可是没想到奎伦的部下企图搞兵变，抢出奎伦。奴才为了稳住军心，只好将错就错。你呀，你办事太急躁，朕后悔当初没叮嘱你。皇上圣明，这的确是奴才的缺点。不过，奴才觉得还是先说说勒宝这些将军和督府们。简单说，勒宝他们这些人其实一直在用贼寇要挟朝廷。贼寇是他们向朝廷要银子的一个筹码，他们并不想戡乱成功。为什么勒宝只诱捕几个匪首，而不全歼整股贼寇？奥妙就在这儿。竟有这样的事儿？这些将军和督府们就是在发国难财呀，皇上！广兴的论述
王杰都证实了吗？基本属实，而且王杰又上了奏折，要求从领命戡乱的将军、督府入手，整治吏治。那皇上准备怎么答复王杰呢？朕还在考虑啊。有句话，臣妾不知道该不该讲。疮疾不医，腐蚀心机。记得松云刚刚考察军务归来时，曾在这里列举各路将帅之短，力主撤换这些领命的将军、督府。大家一致反对，朕当时也颇为犹豫。现在谁能告诉朕，为何各路领命大臣只知道伸手向朕要银子，却不见产功？公公，您这是？安嫔吩咐收拾履随殿。谁的吩咐？安嫔的吩咐，说是把履随殿收拾一下当寝宫。没有皇上的敕令，也没有内务府大臣的安排，你们这些奴才们就来了。皇贵妃娘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皇上宠着安嫔，安嫔的要求，皇上自然会答应。姐姐，我们都听着了，这真是太过分了。他居然想住进长生宫了，这不是诚心想气姐姐吗？就是，可能是皇上的意思。不是皇上的意思，是这个狐妹子自己要进来住的。朕告诉你们，因为他们用贼寇要挟朝廷，没有贼寇，他们就没有了伸手向朕要银子的理由，所以处处有逆贼滋扰，处处虚兵花银子。朕决定接受松云的建议，传各路将帅进京接受议处，尽快换新的将帅上去。皇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朕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可是今天朕意已决。有，广御史。走。走。好。好。哎，戴大人，怎么着，广御史？哎呀，戴大人，这下你可忙了。哼，这忙的还在后头呢。皇上说了，凡是受贿的京官一经查处，严惩不贷。广御史，您好好待着啊。戴大人慢走啊。真的对不住了，乐宝在堂上交代，这幅张轩的赏雪图是他贿赂给王爷的。皇上有令，所有贿物一律查没。不，那其他王府也都……其他王府也一样。这庆郡王性情刚烈，松云已经带着钱丰营去了庆王府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这松云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带兵进我府？师兄，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。十七弟，皇上在搞整治吏治嘛，拿自己的兄弟们开刀，我们就忍了吧。那告辞了，二位王爷。何师太大人，总算找着您了。陕西巡抚秦承恩招供，说总共贿赂了您2次，
送了200两银子，有这事儿吧？那就对不住了，请。瞧见没有？你这位15哥呀，是想把自己折腾成孤家寡人。主子，扣儿来了。啊，快叫他进来。奴婢拜见安平娘娘。啊，安平娘娘这是真要搬进旅随殿啊？啊，扣儿只是担心2位主子若住在一块不投缘，红玉和扣儿可就难做了。皇贵妃在怡情书时赏戏，派扣儿前来请安妃娘娘去看戏。回你们主子，就说我昨天晚上侍奉皇上有点累，就不去了。啊，是。主子，安嫔说她昨天晚上侍奉皇上有点累了。哟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呀？分明是用皇上宠幸来压姐姐嘛！主子，戴君红把和氏太大人带进了北衙门。这又怎么了？哼，姐姐，要我说呀，准是这狐妹子又在皇上耳边吹邪风。好像皇上在整饬吏治，抓了许多官员，不是安嫔。死奴婢！难道你想做狐妹子安插在姐姐身边的奸细不成？我看她就是。奴婢不敢。哟，姐姐来了，我正想睡一会儿觉，去向姐姐请安呢。搬进旅随殿，皇上知道？皇上还不知道，是妹妹想搬来跟姐姐作伴的呀。什么？你自己想，就搬了进来？你问过皇贵妃姐姐吗？我跟姐姐商量过了。皇上刚封你一个嫔，6宫里，你眼里还有谁呀？简直是反了你了！皇上，微臣不算贪官吧？微臣不曾收受那些官员的贿赂吧？朕不想听。皇上，王杰和松云那一套会弄出乱子的。这样的整饬吏治是剜肉医疮，它并不能解决领民大臣懈怠军务，也不能杜绝贪污军饷啊！皇上啊，微臣从不反对整饬吏治，但眼下这么做操之过急呀！皇上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安嫔晕过去了。安嫔怎么了？被淑妃打的。去，传太医到宴喜堂西围房。哎呀，安嫔早就入住长春宫旅随殿了。传太医，传太医。皇上，皇贵妃为什么打安嫔？皇贵妃没打，可是皇贵妃气冲着来，带着淑妃他们，是淑妃他们动的手。你就是？奴婢就是皇贵妃宫内的侍女。去，把你们主子传来。皇上，还是气儿消了再议吧。
朕现在就要问问他，如何下得了手。皇上，太医传来了。皇上，王中堂回来了，朱中堂和戴菊亨在外面候着呢。让他们走。王杰带回来几个贪官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没那么简单，皇上。听戴菊亨说，王中堂这回把湖广两省知县以上的官吏全部押解回京候审。朱中堂说如今湖广两省只有民没有官，剩下的只有匪首姚知府齐王氏那些人。皇上，怎么了？皇上，太医，快！皇上，怎么了？皇上怎么晕倒的？皇上本来去看安平，太医正在给安平瞧伤。得令禀报，王杰抓了许多人回京，朱时居与戴渠亨要觐见皇上，皇上听着就晕倒了。哎，主子要去伺候皇上，皇上晕倒了。皇上肝火太盛，想必近日来朝廷上下整治吏治，朝政不顺，导致急火攻心了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，快起来！谢娘娘。娘娘，恕奴才冒昧，龙体欠安。朱中堂跟领侍卫内大臣商量过，说除了安嫔外，一切嫔妃不得靠近吕随殿。本宫就只瞧一眼皇上。这个奴才做不了主。微臣叩见皇贵妃娘娘，请娘娘先回寝宫，待皇上苏醒过来，再行通报。本宫担心，只是想瞧一眼皇上。娘娘的心情微臣理解，但娘娘，这是难为微臣呐。朱中堂，皇贵妃想必是关心皇上的病情，就让她看一眼吧。那就听安平的，娘娘看一眼皇上。皇贵妃，我怕你再惊扰圣驾，想看，就在这儿看一眼吧。
王中堂，你认为皇上最终会处理鬼抓狐吗？皇上这次是下定决心整治吏治，这也是你立功赎罪的一个机会。本部堂想知道你们合谋害死奎伦的动机。王中堂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有2点王中堂应该知道。第一，奎伦并非王中堂想象的那么好，他是居官清廉，但不像阿勒登堡治兵法，他除了劝贼首招安，就是弹劾别人贪污军饷。贪污军饷难道应该？当然不应该。但是奎伦让领命勘论的将军督府人人自危。那是因为人人都手黑。这些都是大道理，卑职不与王中堂争辩。这第2点，王中堂恐怕还不知道吧？皇上在下决心之前传唤过鬼抓狐。那又怎么样？鬼抓狐劝皇上采纳王中堂的建议。这鬼抓狐的肚子里一向憋不出什么好屁来。王中堂想一想，这鬼抓狐为何要支持王中堂啊？王中堂，快！皇上在长春宫礼随殿晕倒了。啊！传朱中堂了吗？传了。怎么样了？太医已经好过脉，正在用药。这样吧，我与几个御前大臣留下值守，其余的你们就先回吧。卑职负责护卫，愿陪王中堂一起。王中堂，还是卑职。王中堂，刚刚长途跋涉，还是我与松云留下吧。啊，王中堂放心回去休息。如果皇上醒了，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王中堂。那，王中堂，明天再说吧。好，拜托了。娘娘，我今儿过来是特来宴贺您荣登6宫之首。这个时候，拿本宫当3岁小孩呢吧？就是这时候啊，过了这会儿，估计您只能在梦里正中宫了。本宫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已经耍弄过本宫一回了。娘娘，您好像忘了吧？是您先耍的我们，这回就算咱们扯平了。这次可是咱们同舟共济，还不瞒您说，这次您要没有我们，这关还真不一定能过得去。等皇上清醒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追究殴打安嫔的事儿。你想要什么？军机大臣领班？娘娘误会，我只想要鬼抓狐的脑袋。这是什么？皇后的宝玺。你私自雕刻皇后宝玺？您呀，只要让您宫里的奴才把这玩意儿蔫的乎山的搁进履随殿里，后边的戏本王替您演。主子，程王爷的话奴才都听明白了，只要送出这枚假宝，就能得到那枚真宝。嘿，机灵。
上，皇上，回养心殿，明日不早朝，先传朱使君。皇上，朱中堂他们在殿外候着呢。皇上刚才晕倒了，朱中堂、松云，还有御前大臣、御医们，都候在长春宫的东配殿。几时了？辰时了。皇上，要么回养心殿再睡会儿。王贵妃实在暴虐，她打的不是一个侍女，而是后宫嫔妃，把身边的内侍、宫女减之一人，遣出长春宫。皇上，这可是常在的待遇了。其实，皇上昏迷之中，皇贵妃悔恨不已，哭着在履随殿门外跪了2个时辰。朕知道你总顾忌着太上皇对她的封赐，可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朕的感受呢？微臣担忧啊！担忧！落下一个树叶，你都怕砸了谁的脑袋？微臣为皇上担忧啊！皇上至仁至孝，微臣知道，皇上最终不会背弃太上皇的敕谕。左皇帝与随府旅相承内治，表率6宫啊！微臣斗胆问皇上，太上皇的这个敕谕，皇上如何对待？倘若最终还是遵照太上皇的敕谕，晋封皇贵妃主内治，那又何必现在把皇贵妃降为常在呢？其实，安嫔搬入长春宫履随殿，没有得到皇上的口谕，又没有请示皇贵妃准许，因而错在先。搬入履随殿，只是他的一个借口。他对安嫔施暴，是因为何世泰被抓，他怀疑安嫔从中做了什么。对了，何世泰刚被朕恢复了御前大臣之职，他怎么也被抓了？事情有那么严重吗？这件事，皇上，请问王杰，还有松云大人。皇上龙体疲倦，还是先做休息，等皇上休息好了再召见众臣朝议吧。至于皇贵妃和安嫔，皇上是否下个口谕，敕令皇贵妃移居储秀宫？孝淑皇后薨逝，储秀宫正殿一直空着呢。你安排吧，你们跪安吧。主子，松云大人来了。臣叩见皇贵妃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说吧。皇上考虑到皇贵妃与安嫔的要求，所以是安嫔的要求吧？孝淑皇后薨逝已有10日，皇上特许降恩，皇贵妃移居储秀宫。本宫多谢一番苦心。微臣已经安排人收拾储秀宫，特来请皇贵妃懿旨，这寝宫是设在后殿还是正殿？正殿，东暖阁。臣下遵懿旨安排。
主子，把这东西给我拿开！主子，您都被挤得出长春宫了，可不能再心软了。让你拿开！等等，主子，黏不糊声的把它放在他那里，剩下的事儿就都是王爷去办了。多嘴！朕接受了你的建议，从领命戡乱的将军、督抚着手整治吏治。可你为何把湖广的地方官吏都给查办了？湖南布政使郑元寿的案子不能先放一放？郑元寿任湖南布政使以来，勒索属员，交了会银，方能上任。可是属员的银子从哪来啊？下诈勒索百姓所得，这些都有郑元寿在后面纵容，夹着湖南总督景安为他们撑腰啊！皇上，景安、郑元寿都拘押在此。朱时军要是有疑义，可以让他亲自审讯。朱时军并非不信任你，他有顾虑。皇上，朱时军向来求稳定，他是怕整治几个大吏而影响地方的安定。可是恰恰就是因为稳定二字成了贪官污吏的保护伞，他们也找着了朝廷不敢下猛药的弱点呐。你的意见与朱时军截然相反，你说这让朕……各地情况都像湖广这样吗？据微臣了解，基本属实。督抚之间的酒席宴会，层层向下摊派，辗转克扣，最后都落到老百姓的头上。走投无路者，只好追寻贼寇。所以，要想围剿贼寇，最佳的办法就是安民治乱呐。朱时军正与吏部尚书筹划派员下去，他们是叫苦不迭呀。德林公公，快告诉皇上！告诉什么呀？皇贵妃又到旅随殿找安嫔，晚了安嫔要吃亏的。王姐，臣在。算了算了，还是朕去处理吧。姐姐气头上了，多说了两句，那帮奴才们还真对妹妹下手啊！妹妹，姐姐向你赔个不是，你能原谅姐姐吗？臣妾恭迎皇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又有什么事儿？皇上，臣妾正要向你认错呢。昨儿，臣妾气头上多说了两句，没想到那帮奴才还真把妹妹给打了。真的是这样？那就把那帮该死的奴才给朕传来。中堂，您觉得如何？是你挑的头吧？京城的这些翰林儒生，只有弟子能够一呼百应。王中堂此次下去，查出湖广官吏这么多问题，我敢说，其他的地方也好不了。王中堂经常说，
吏治肃而民生乐。乱弹琴！吏治兴大狱，拘押了那么多官员，上下人心浮动。这样的整治吏治，不是一个稳妥的办法。王中堂把湖广这么多官员解职，吏部候补不够，吏部尚书叫苦不迭，让我去找皇上说。这些情况，你们待在翰林院里知道吗？昨天审讯秦承恩，他供出现任贵州巡抚来，那贵州也是戡乱重地呀，巡抚一职非同寻常。皇上让我物色人选，我正头疼，谁去合适？你们这些书生只知道拥护老王爷的惩治贪官，你们就不想一想，去掉一个官吏容易，补一个缺有多难？王中堂，这是晚辈挑头稿的荐书，建议皇上法宪皇上之严明，刹住贪墨这股歪风。王中堂，朱中堂已经看过了吧？好啊，马上呈给皇上。我师父，我是贪官吗？我贪墨吗？王中堂鼓动皇上整治吏治。我在上书房的时候就对当今皇上说过，现皇帝的令行成果，也讨论过王中堂的那句名言：吏治肃而民生乐。可如今和珅擅权多年，造成吏治不修，弊斗丛生，匪患蔓延数省，尚未根除啊！对这样一个羸弱病躯来说，王中堂的药方猛了点儿吧？朝廷上下、地方官署，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，戡乱如何产功，完成太上皇的遗愿？朱中堂，你若是下去走走看看，就无此大虑了。我就是走过一趟，我还是担忧。王中堂把湖广这么多官员拘押京城候审，我问王中堂，吏部没有那么多候补，怎么办？师父，别添乱！奴才小言子叩见皇上、皇贵妃娘娘。果然桀骜不驯，眼里根本没有主子。奴才不敢，奴才没有。你昨天做了什么？昨天，是奴才，还不快向安嫔娘娘认个错？安嫔娘娘，奴才错了，安嫔娘娘惩罚奴才吧。皇上，就把这个奴才交给姐姐惩罚吧。德林，奴才在。把这个奴才拖出去打。主子，安嫔娘娘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安嫔娘娘饶了。安嫔娘娘。皇上，这奴才是臣妾宫里的，臣妾也有责任。皇上如果觉得把臣妾遣出长春宫还不够的话，可以把臣妾降为贵人。别以为朕不想。皇上不必顾及太上皇的耻誉，本宫不配那些说辞。品端仅庄重且能率下，更不配表率宫廷。上以孝养正宫，做皇帝以随服履，
相承内治。德莲，快住手吧！毫无悔意，还想主内治？皇上，奴才要不要把朱时军传来？朱时军出不了什么好主意，一味劝阻，只有广兴肯想办法。皇上，您怎么能让皇贵妃搬到储秀宫去呢？朕想不出别的办法，松云建议，朕就接受了。其实，都是臣妾不好。朝政乱如麻，臣妾还用后宫琐碎烦扰皇上。仔细想想，若是臣妾在搬进长春宫前，先跟皇上、皇贵妃说一声，也不会闹出故事来。若是要搬走，也应该臣妾从履随殿里搬出来。朕已经吩咐松云办了，你就住履随殿。哟，这不圣柱大人吗？大人怎么满身的酒气呀？我是以酒为友，酣放人生。哎，皇上在里边吧？在呢，安嫔娘娘也在呢。奴才这就给大人通报去。哎，安嫔就是那个叫苏婉妮官儿的宫女吗？是，现在可是皇上的安嫔，一会儿大人可别说错话啊！大人千万记住喽。